求就互你，找就拄着，拍门的就甲恁开，因为你若求会得着，找会拄着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我要对上帝出声求救，我对上帝出声，是要喊爱耳孔听我。以上，咱做伙来吟诗，诗歌是第61首。圣地上帝点起点，圣地上帝点起点，管理宇宙出命令。人类历史相改变，阮的生活快变迁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主做阮家己所在，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新的概念是安尼讲，你着真心真性真意，领主你的上帝，这个也是大的，也是超的，第二个也是真主所讲，你着领主你真心真意，第二个是有大在你的公路头，还有新的概念互你。 亲像我安听你，你若安尼相听，你若相听，你是我的好兄。听见？咱做伙来起课文第10篇，也是诗篇第40篇，我来起会长，咱做伙来。 我要存论敬头耶和华，伊对汤家的项天，伫土地中空我起来。伊予我的喙唱新的歌，侪人要看见来行位。 独独欢靠耶和华，
你嘅天五有嫁人，耶和华我的上帝啊，你所行的奇事，回回对你拜列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啦。我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我欢喜谈。圣诗240首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天顶欢喜降落地，求你点阮微微心内，显出你极大仁爱。救主，你是慈悲怜悯，你的疼无限纯真，将你救恩即时降临。进入阮惊讶的心，咱今日咱做伙来去。Lord.
怜悯的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。无论落雨、下风，还是好天，我相信这是你进前你所创造的。意思无伫在管，拢是遵趁你的旨意，你落雨，你出日，你互阮得到好处。阮无埋怨，阮来接受，因为这途面实在需要你的特别的照顾。虽然无方便，但是你也引带阮过去日子到即马，拢得到好的引带。我们感谢你，但是我会知，阮过去的日子，阮常常爱反省，然后毋对的所在，无合你旨的所在，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求讨你的原谅。你赦免阮的罪，你鼓励阮，搁再认真打拼，行头前的路。原来做世间人的模样，原来遵趁你的旨意，行你的听，来互世间人知影，阮就是你的学生。过去一礼拜，你的引带，阮搁较会记你，会来到教会，搁来听你的话，做后来你行路的理念。祝阮足欢喜，今仔日阮的姊妹教会台南永福教会的会员，伫王传道甲长老执事会员的合作社，伫台南来到咱彰化永福教会，这是何等价值的友情，做阮时常有来去。安尼，搁较亲密，互相鼓励，伫无共的所在，用共的名来宣扬主你对阮的价值。主，我们求你特别祝福，安尼王传道甲长老甲会员，一路平安来到遮，做伙礼拜领受你的话了后，因所行的。嘛得到你的手势，主，阮知你是手势生命的上帝，生命对伫你，手长也是你。你互阮伫世间的日子短长无共，但是你互咱金凤姊妹有遐尼长岁数。伫世间行世间的路，主伊即马93岁，过身，就去到恁遐，你遐，主，阮实在毋甘，但是阮也知，阮的愿望就是伫天顶的时，阮就受到大大的激励，阮也爱祝福因厝内人，虽然失去幸福的老母，但是阮知因要。这代志要处理的时，主你互因心内有平安，所做的拢会荣耀你，所做的嘛是足顺事。主，阮做兄弟姊妹的，阮无通安怎来安慰因，就求你用你的话语、你的信息来安慰你的家族。弟弟兄姊妹，阮也知身躯袂痛，也难免。特别是阮的顺福兄，伊中风了后，得到好的医疗，即马渐渐地恢复，爱做足多、足久的复健。主，求你互伊有信心，互伊的姊妹搁较有疼心，来扶持伊，来帮助伊。咱做兄弟姊妹，不时来去探访伊，来鼓励，互伊紧好起来。来到咱中间来做伙做礼拜，若有兄弟姊妹有住院，也是伫厝内疗养的，就有缘有理，甲因提提，互伊无失去信心，互伊常常知影安怎来超找你，对你的话，对你的信息，
来得到更较好的鼓励，把伊的身躯袂痛，紧紧好起来，讲三角来遮做礼拜。今仔日足欢喜永福教会、台南永福教会会友伫红潭道的锻炼下来到咱遮做伙来做礼拜，阮得到更较欢喜的时阵的时，就你开红潭道的嘴，伊所透放的信息，互阮得到好的教师、好的领袖因所做的就你来祝福，阮即马咧开会进前，就阮甲时间拢交互你，阮也甲阮的心情拢交伫你的手中，安静阮心，伫遮恬静来领受，望来恳求祈祷，还是奉主耶稣名求的。咱做伙来领受圣经的教示。今日的圣经在是伫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。约翰福音书第9章第1节到第3节。我来念，请会众做伙来听。耶稣行过时，看见一人出世就痴迷。伊学生问伊讲：“业语，即人出世就痴迷，是对治罪犯罪，是伊本身，还是伊的爸母啊？”耶稣应讲：“即人无犯罪，伊的爸母也无犯罪，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。即人无犯罪，伊的爸母也无。”独独要用伊来显明上帝所做。以上